苏花公路的新澳磅坑顶个月有17台车弄撞毁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11个人受伤。这毋是头一届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。地方是建议磅坑内底爱采翕相机掠超速。不过警方表示，因为新澳磅坑无够长，要采翕相机有较困难，会请厂商来评估。抓着车无停落来，17台车弄做伙，致死1死11伤。苏花公路新澳隧道顶个月发生这件严重的死亡车祸，车祸原因也搁伫调查，不过嘛引起当地的要求检讨这个磅坑路段行车安全。希望用区间测速的方式，让一些车辆，包括大客车的部分，能减速，可以增加标示，还有加强那个灯光的太暗一点。灯光的部分，新澳隧道伫苏花公路还未改善的路段，路虽然真直，不过前后拢有大弯路。地方建议警方应该伫磅坑内底加装区间测速，搁改善磅坑内底顶较暗的问题。路面会当增加跳动路面，通减少车祸的事故。因为路还未规段完成，新澳隧道是宜兰往回花莲主要的道路，平常时也袂少山石车甲大货车伫行，搁较侪弯路。这个路段发生重大死亡交通事故，已经不是头一届。区间测速的部分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，它定有一个检定检查的技术规范。那我们会请厂商评估。新澳隧道长度1.1公里，警方是讲区间测速至少爱让800公尺。不过新澳这两边磅坑口受到光线的影响，必须爱向内求200公尺，出来会当设的长度剩700公尺，所以要设有困难，会继续请厂商评估是不是会使设。若是增加光源、增加跳动路面这个部分，已经会同相关单位研究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